卫福部1月底公布各级病院3班的护病比例标准，按3月初开始，那达到目标的病院就当摕到奖励。那夜班的护理人员另外有奖金。不过到医护士人规，连这奖金嘛要照分班甲病院的关键卡来分，实在是不公平。 台湾护理人力长期面临欠人的困境，为着老龄病院护理人力，3月初1开始，卫福部推动3班护病比新制上路，会奖励达到目标的病院。那护理人员伫夜班，逐个月会当另外领到6000元至2万多块的奖金。再去有医护人员代表，佮一班的表示，奖励机制无应该分班别甲病院产业。奖励的机制来讲。 照说不应该要分班别，不应该来分医院的层级，那让大家有感之后，那大家才会愿意继续持续的贡献跟服务。护理师、护士工会专联会指出，进前做过调查，回收25000多份的问卷，达到65%回，只好夜班费奖励也是无法度补助护理人力。我认为，要让护理师有意愿回来的措施之一，就是实质奖励护理师。应该要政府要筹措另外额外的资金，奖励我们护理师每个月1万元，而且连续2年，我们都不断的呼吁。 虽然1月开始，卫福部已经补助夜班费的奖励金，不过护理师、护士工会专联会认为，上重要是政府会当补助3班的奖励金，而且无分层级。伫奖励金的加权比数上，认为白班应该有之一，小夜班甲大夜班是4。不过卫福部长释水源捌伫1月底记者会上表示，无赞同无共层级的病院夜班奖励爱共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